番外篇風之旅保衛，最後一塊拼圖拆解神燈與嚴明熙大變局。首先真係要喺度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啊！喺上一條片入邊，我試圖去拆解嚴明熙支持阿博演唱會背後嘅權力圖譜，但係由於資訊真係盤根錯節，我發覺自己漏咗一個極之關鍵，甚至可以講係點睛之筆嘅細節。今日我諗特別整多一集番外篇，同大家坐低慢慢將呢塊最後嘅拼圖補翻上去。原來喺嗰晚嗰堆花籃鎮入邊，仲隱藏住一盞為芝芝照亮前路嘅神燈。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名 Duncan Wong 黃劍圖，同埋佢間新公司神燈娛樂。Duncan 係邊個？佢係香港唱片界嘅教父，以前佢執掌環球唱片長達16年，係嗰種真正識得點樣去保護藝人價值，識得點樣喺體制入邊玩遊戲嘅領航員。24年佢低調成立神燈，主力搞高品質嘅藝人管理同演唱會。大家諗下，一位曾經帶領4大唱片公司對抗大台壟斷嘅教父，點解會喺呢個時候咁高調送花俾 Gigi？ 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前輩送禮，而係一個精英體系嘅正式對接。神燈娛樂嘅出現，補足咗Gigi工作室最需要嘅2樣嘢：專業嘅製作脈絡同成熟嘅經紀經驗。第二部分，任賢齊嘅伏筆，原來一切都唔係巧合。我哋成日講凡事都有因果，大家諗翻轉頭，點解之前 Gigi 嘅 G-Force 演唱會，小齊、任賢齊會咁驚喜現身做嘉賓？當我哋知道神燈娛樂24年成立後嘅首個大計，就係主辦任賢齊25年嘅世界巡迴演唱會，一切嘅線索就接通晒。我大膽推測，當時小齊嘅出現呢，極大機會就係Duncan 喺背後穿針引線。呢份支持說明咗喺 Gigi 最迷惘、最需要方向嘅時候，Duncan 同佢盞神燈已經一早喺度幫佢指引前路。呢種係超越咗合約，而係一種基於音樂質素嘅長輩式層式，即係嗰個第三部分大聯盟成型合作模式估算。隨住商台 DJ 透露 Gigi 將會喺1月份出新歌，所有答案即將水落石出。我哋而家可以根據呢堆花籃做一個最理性嘅2026年大聯盟合作模式預測。核心引擎 NQ Studio， 然之後工作室 Gigi 嘅4人精英團隊，負責保住佢品牌最核心嘅 natural quality， 即係嗰份純質同自然。財務與製作 G Music， 亞洲旋風，強大嘅資本方負責線下演唱會嘅主辦同投資，分擔晒所有財政風險，令 Gigi 可以純表演。內地通行證 CMC Live， 華人文化，母公司級別嘅支持，提供全中國最大嘅演出網絡，確保 Gigi 隨時可以重力出擊內地市場。全球製作與發行 Sony Music Andrew Chan，提供國際級嘅製作水平同發行體系，幫 Gigi 洗掉電視味。本地製作經理人神燈娛樂 Duncan Wong 扮演戰略顧問角色，對接香港最頂尖嘅音樂人脈，好似側田、陳輝陽咁，確保每一首歌都係金曲級數。結語：真正嘅平安係內心風停雨歇，係知道喺最暗處依然有一盞燈為你亮住。多謝大家嘅細心提醒，等我冇錯過 Duncan 同神燈呢份沉默而厚重嘅支持。既然1月份就有新歌，我哋就一齊拭目以待，睇下呢盞神燈會點樣點亮 Gigi 2026年嘅小天后之路。願你今夜平安。